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八月初2 AM 新闻》，我是嘉豪。讲到这西南风教雨水，伫嘉义新港透早10点的时阵，雨水量也超过120毫米，到下晡4点也超过300毫米啊！是目前全台湾雨水上介高的所在。伫嘉义新港洪天宫头前的中山路也当咧淹水，水是淹超过脚头夫。过到了后，嘉义新港也拢停班停课。 太湖山行伫种水的大路，这是嘉义县新港乡洪天宫的中山路，积水上深超过大人脚头夫。本来是老一个商店街，即马拢是水。有店家做物件做到一半积水，食面拢铺伫水上，赶紧停工。也有店家甲树桶冲去大路，赶紧过转来。抽水机一直运转，啊，毋过积水也是为中山路拖到乡公所头前。 地水迄搭较低，迄搭红鸡，啊红鸡，啊过来就加较鸡，啊所以就是就安尼来。这咱看开始咧啉啊，系啊，啊头袂离，土伤大。新港乡洪天宫内电无积水，啊毋过庙边的走道拢积水，虎爷啊个天书 Q 版的形象拢铺伫水面。西南风大雨势影响，新港乡初一早起10点时雨量110毫米，全国上悬。县府紧急宣布，新港乡中昼过后停班停课。 降雨哈啊，加上六角大牌哈这类议题哈所以造成有一些淹水的现象。县府研判是雨势伤过大，加上附近落下大牌满出来，才造成安尼。出动216台抽水机抽水，搁争取精简计划经费改善大牌，甲设大型抽水站改善。 嘉义市也未少积水，中山路、紧急封路、中兴一街甲中兴二街行道因为较低，搁换嘉义县最上场的农田，雨水淹残了后，搁影响主题区。我讲，你青公河拢会啦，青公河拢会。我一时啊，然后就嘉义县的开排水啊，因为嘉义县开排水可能就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治理完成啊。 市府派2部抽水机排水，表示当地会开新路，道下骹已经规划排水的暗讲，完工了后会加速排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港看线内看到隔壁乡镇的云林北港，北港的累积雨量也超过230毫米，真侪邻家厝拢伫咧淹水。当地民众表示讲，已经有10多年啊，都唔捌发生这款的情形。过到了后，北港也拢停班停课。另外，伫虎堡、口湖、四湖，当时一寡所在也拢是做大水。 车路顶小河地势较低所在，淹甲卡拉乌。为初2 0点开始，云林北港落超过230毫米的雨量，中性街阁传出真侪户民家淹水。10几档路今仔甲安尼啦，无拢淹外口尔，无淹到内底。当地民众讲，以往拄到大雨，毋捌淹入来厝内。这个短时间雨落这么大，消透袂去，水一直灌入来厝内。雨落规暝，地势较低的所在，水淹甲卡拉乌，路的袂少车辆拢掉车，民众赶紧落来刹车。 还有一个阿嬷骑车骑到一半熄火，水淹到车顶悬，热心的民众赶紧甲斗相共。啊，无水就我要赶紧走。啊，可你要去对面嘛吼？你赶紧去，赶紧去。云林西犁启动种植短期叶菜也受损，农民准备好抽水机抽水，惊辛辛苦苦所种的东北啊，规个浸烂去。淹到顶头的淋到水头就变路去啊！ 受到西南气流甲低压带的影响，大雨急过猛，而且落真久。云林县包括着虎尾、口湖、四湖、北港等市，真侪所在拢传出排水袂赴淹水的情形。云林县政府宣布，北港镇中昼12点开始停止上班、停止上课。另外，因为北港溪溪水顶悬，已封城考垦附近15户民家赶紧离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拄则有看嘉义的新港，即马要来看到彰化的新港，因为这稻啊已经挂起来，即寡稻草放伫路边，煞造成水沟啊塌掉的，造成这个大水倒积，一楼的人家厝拢伫咧淹水。另外，伫河边的垒球场也变作是江洋大海，上界危险的就是当地消防队也当咧淹水，好佳在暗头啊水已经退啊。 大雨一直落彰化新港6股圳，水正窜流，水淹过路的也淹入大东村，水淹到口都悬。这种拢无通处理啦，下早时啊，人老过来下车啊，嘛，有个车辆啊，拢无。
中心路7段7块的农田进前收干了的稻草，就蹲伫路边。大水入来，唔若直接塌伫水沟的排水坑，佮对大水四界流，所以民众只好无用伫清理。这几点开始淹的？6点吼。若是即摆透天厝，民众进前甲河顶堑悬，做好防备，毋过也是无法度阻挡大水淹入来。淹进去哦。对啊，到它上去了，5分钟就变高。这一次比较。大概几点开始淹的啊？5点左右。5点多吼。经过半天的大水后，河尾边的旅游景规个淹去。河尾消防队也互大水包围，消防队员排出警示的塑胶笋，但是这个所在的暗坑原来河本数规个塌掉的，影响排水，附近的徛家只好赶紧家己清理。我拍开的，无较早是讲迄2桶。即摆这水拢消，所以2桶嘛，那稍微看。石头乡的协和村有大水，甲透明沟仔规冲落来，变作是一条透明沟仔路。大水河造成彰化县真个所在淹水，好甲再无造成真大的灾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这大水河渗入咧山壁，久来一定的水崩山。伫台中乌日的成功东路就发生水崩山的灾情，民众怀疑讲是人家厝顶头的排水系统出问题，才会崩山。另外，伫台中新社台21线14.5公里所在，也有石头裂落来，公路总局目前也正在拍通。规个威胁有带土沙的水是一直行落来，水是应该超过20公分悬，烧出去的水是永远捉袂到灌入来水。民众看到这个情形是害惨。都是那个泥土、脏水、臭水，清了它又来，清了又来哦。看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台中乌日成功东路迄块泥啊，有要50户传统的灌村，人家厝是沿山坡地起的。这2天乌日已经落超过340米的雨量，山顶带土沙温湿的水，是为地势较悬的所在直接冲入去厝内底，这家具是拢起了了。当地民众怀疑讲是顶悬农地排水系统出问题。200户遐一个水沟啊吼，遐做上是爱家己做好安尼啦，因为迄阵就是拢有申请要做，但是水利局因为无这种原因，拢一直停顿起来就对。这是第一次，这是这边真的第一次发生这种事，20几年都第一次，所以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接到通报了后，来现场勘灾，水利局嘛随调2台抽水机紧急来抽水。他们有上去看，可能后面有一个田地哈，那他们的可能有一点影响，那所以它本身是联动的。那我们会去了解是不是后面那个田所造成，也要去了解一下哈。伫新社区台21线14.5公里的所在，早起是有石头落落来，往国线方向的。目前敢来当单向通车，也若当时警分局的警察是伫现场管制交通，目前已经由公路总局各关工部段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来镜头看到台南高雄去，讲到这个大水河也互台南北回溪一声就涨起来，就一台车掉伫咧这个溪边，险些互大水冲去，好佳在消防队有甲人救出来。另外，伫柳营也有水崩山的灾情，伫东区的小东地下道也有150公分的淹水。另外，伫高雄六区的四边山庄路段早起也有发生崩山，目前也正在拍通。讲到这个桃园区的丁基连外道路，也有2个所在崩起，地属宝山国小也就爱停班停课。这只车浸伫水底是强要无快，消防人员出动救生艇，把车底3个人救出来。这只白色9人座的车，初日下晡3点外，伫台南北河草店里往关帝厅的路面，拄着大水雨泉吊车，想袂到雨是愈落愈大，溪水规个涨起来，地属规只车受困伫溪底，消防队出动手榴艇救援，场面是让人看了真惊。本分局及消防局同仁迅速到场，并以电传艇于16时许陆续将受困车内的3人安全救出。台南下晡落大水雨，不少路段传出积水的灾情。柳营区南106乡道嘛有石头崩落，地势路袂通，官府是赶紧派怪手来处理。阮一届吼迄个落雨落几工吼，伊拢会边坡会滑落吼。啊，另外伊边啊迄个野溪吼，因为迄个急降雨吼，先射不及，下骹小遐嘛有淤积。大水雨造成侪汽机车掉伫路面。桥倒摆的敢若当真无耐用牵的，或者是停伫路边等水提起。市区的小东地下道，这水嘛真严重，水是应该要1公尺半。瞬间的时雨量过大哈，刚刚所统计到的是20分钟下了42，相当于这个快100多的时雨量了哈。那当然，这个
瞬时间的这个海水可能都是没办法去处理。连续几啊天的大水雨，拜六礼拜高雄的山区已经退2,000多人。也若初一已经放弃一届台27线六股新平山庄的路段，再起是搁一届因为落雨放弃。登记连外车路，嘛有2个所在放弃路袂通。地处桃园区的宝山国小都要停班停课。大概在靠近我们学校前面的那个藤枝林道就有落石，昨天有稍微抢通，今天早上又塌下来。其实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太大影响，是要进学校进不去。登记连外道路早起已经修理好势，不过台27线六股新平山庄的路段受到大水雨的影响，目前还无法度确定当时会当通车，嘛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中南部当日变大雨，气象局也针对台湾西半部这11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。其中嘉义新港的观测站对饭店开始到下晡5点，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啊。另外，气象专家也表示讲，初4、5月过后，香港外海有机会出现热带低压或者是轻度风台，不排除会向台湾海峡的方向来刷震动。对向车道有一台车闪经视顶，好亲像是半路海去。我近日看路面已经是拢予黄水淹去，车袂顶袂动，只好等待警方救援。初2早起，屏东恒春地区涌向一阵强降雨，3点钟内降雨量超过100毫米，未少路传出淹水。上午8时30分左右，南光路段现场积水已退。另外，恒春镇湖内路段亦有道路积水情势。现场无人车受困。高雄地区大雨是一直落，但17线线平山庄路段因为大雨搁放弃。根据气象局观测，为初2饭店开始到下晡5点，全台雨量上大。伫嘉义县新港测站已经超过300毫米，屏东县新马甲测站有274毫米，台中市龙井测站249.5毫米，屏东县马甲测站241.5毫米，云林北港嘉义市东区拢有234毫米。其实台湾的西侧，台湾海峡上空有个低压涡旋，在这个地方跟西南风汇合之后，在今天上午这段时间，主要影响了中部地区，包括嘉义、云林一带。中午过后，整个对流有慢慢的往南移动，台南、高雄也都出现了明显的降雨。气象专家表示，俗称风台欧的季风槽已经在台湾周边产生无稳定天气，除了连日大雨，这2天无排除热带低压，或者是轻度风台产生。8月4号、5号之后，那个在香港外海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或者是接近相当于轻度台风的热带系统，可能会有机会朝向台湾海峡方面移动了。8月6号、7号之后的降雨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影响。气象局表示，未来1礼拜，台湾拢伫个低压带环境，虽然西南风无伫台湾顶悬，雨势较减弱，不过低压系统发展也是为台湾带来真侪雨量。初1下晡水利署对云林县、嘉义县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发出一级淹水警戒区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。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2个本土病例，2个带病入境。讲到大家上界关心的，就是咱的台湾敢会继续来降级的。指挥官陈时中一再强调讲，要解除封锁，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也讲到其他国家就算有已经做疫苗啊，也是无法度来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。伫咧8月初到过后，可能会继续来维持2级警戒。来讲到8大行业的部分是暂时无被开放。国内新冠本土疫情8月初2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，个案的分布以桃园市5例上济，过来是新北市3例，台北市2例，基隆市甲高雄市拢1例，而且无增加死亡的个案。最主要这12例里面有9例已经知道感染源，那3例的关联不明，好，那持续做疫调。因为本土疫情稳定，行政院当地建议后一步要放定的防疫措施。不过，陈时中连续讲2届，解除封锁是真无简单，因为看到其他的国家，亲像泰国、马来西亚、甲新加坡等等，这2天增加的病例数也是真多。就算已经有做过疫苗，也是无法度阻挡印度变种病毒的滚价。所以，伊强调讲，初9了后，国内也是会维持2级的防疫警戒。解封指数降到一定的程度，那都会看起来都有另外的一波。但是维持一定强度的一个管理措施，那再配合这疫苗，都会有好的效果。所以就是说，在2级的这样的一个下8月9号维持2级的警戒，那这是必然的。
但市长强调讲，八大行业暂时无考虑北力限制。不过，业红仔机的部分，进前要求讲要有专人来医护甲消毒，都会考虑开放。不过，业者认为讲，安尼成本实在是伤悬，目前要咧甲经济部讨论相关配套的措施。那新冠疫苗目前累计已经有827万外人次有注疫苗，注射率是33.56%，那注射数量人口比是35.21%。而且新增加8个注疫苗了后死亡的个案 ，AZ 甲莫德纳拢4例，上少年的敢有37岁，伊注莫德纳了后6天死亡。那这敢是甲疫苗有直接的关联？也搁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双北伫今仔日宣布讲，对明仔载开始店内会当用餐，而且要求店家菜色就爱一人一套，坐工底桌仔也有隔板，人为坐。新北市也要求餐厅袂当唱歌，离开位的也着爱挂水暗，也袂当哪行哪食。疫情转好，双北协商了后，选伫同一天宣布，初三开始开放餐饮店来食。台北市开放的标准是每礼拜平均10例以下，不明感染源2例以下，每礼拜社群群聚3件以下。台北市规定单一营业场所室内50人，室外上侪100人，若超过爱伫3天前向卫生所书面报告。用餐是以个人套餐为主。无共岛爱让1.5公尺以上，共岛是采用梅花座，还是设隔板。若做工作人员还是顾客确诊，至少停业3天。恢复营业11天来暂停店来食，该用炸灶还是送到厝。尽量全部打疫苗，没有打疫苗，每个礼拜要做筛检的。标准的话还是要花钱的，5000那个3000块到15000啊。这一波先观察2个礼拜了，太严重了就马上喊卡，这没办法，新常态。台北市钓虾场也比较餐饮业开放，钓红仔机店也要开放，必须要有专人伫进出口管制，也是消毒。新北市开放一般的餐饮、百货、美食街、超商甲夜市啊，若是店来食一定爱设隔板，也是梅花座，以个人套餐为主。若是合菜，爱有专人分菜。袂使提供唱歌的娱乐设施，明显表示离开座位爱挂喙暗，严格禁止试食，也敢哪行哪食。那这处罚会互人罚3000至15000。如果第二种变种病毒只要进到台湾到新北市来，餐厅的内用一定暂停。校友义讲，只要出现本土Delta变种病毒，也甲确诊数群聚现象甲感染原因，互疫情出现变化，餐饮店内用立刻喊停。除了开放餐饮店内用，新北市也开放国民运动中心、健身中心、北里水上运动中心，也甲中角湾冲泳中心、盐湖游泳池、福乐径、儿童游乐室、机艺阅览室、体检设施，也甲游乐工具也是无开放。开馆前，全体员工爱快筛、专管消毒、专停挂喙暗、禁止饮食。若做出现确诊卡热，至少要停馆3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仔日伫咧桃园有出现5个本土病例，拢是家庭群聚感染，主要原因是特殊交友的疫情传播，搁再传出去，才引起家庭群聚感染。市长郑文灿表示讲，桃园会透过警察和疫情调查团队，甲社区内面的稳重病例找出来，也会甲社区的传播链切互利。现在执行防疫消毒工作，请民众小心，注意安全。社区继续的消毒，桃园初期增加5例本土确诊个案，确诊数是全国第一，主要是特殊交友圈传播个摊开。感染源是顶个月2次公布的15693例，团伙朋友15803例引起的家庭群聚感染。家族感染的源头15803，它是在7月15号回溯起来就已经有症状，3个都是家族的长辈被感染，另外还有这个孙子辈有2位。市长郑文灿表示，15693例无完整交代行踪甲活动史，伊特别感谢警察甲医疗团队，主动以人约人的方式调查，包含15803例在内，总共6个确诊个案。虽然会互确诊个案数看起来较济，不过也是清零必要的过程。这样子清出来以后，社区会比较安全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社区中如果有这个黑数，有隐形的传播链，这样会常常就会产生不明原因的社区感染。市长郑文灿表示，一个确诊个案会互职场同事、家庭的亲属或者是朋友圈的感染，呼吁特殊交友圈的朋友主动体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讲到澳洲雪的封城措施，目前已经到第6个礼拜啊。政府也派出300个阿兵哥协助封城，而且因要求确诊者就要踮伫厝内隔离。另外，讲到法国因推行健康通行证，却引起民众不满，到达已经超过20万人上街头抗议。那讲到泰国的部分民众有关是上街头抗议，伊是要来抗议政府针对着这个防疫是无在调做的。澳洲第一大城雪梨从封城到今已经6礼拜，新冠疫情还是持续伫滚价。最近这波疫情已经要3500个人确诊，差不多有300个军人初二开始，甲警方做伙巡逻，协助这片封城令。不过因袂炸武器，嘛会听警方的指挥，一户一户去做轰炸，确诊者拢好好踮伫厝内隔离。It's really in our hands as to how we deal with the cases coming down as a community, but also our rate of vaccination. And I can't stress that enough. 伫澳洲各城市的疫情是起起落落，封城的措施嘛改来改去。即马 Delta 病毒伫炭烧，伫疫苗的注射率达到标准进前，防疫限制可能都要持续来执行。可比昆士兰省的首都布里斯本，就宣布延长封城到初8。目前澳洲已经注1档疫苗的人口是要33%。另外，伫咧法国的城市，有袂少民众行去街仔路抗议总统马克宏推出健康通行证的措施。根据美联社的报道，7月31这天参加抗议的民众是超过20万人。目前的措施规定，民众若是无通行证，就袂当入去博物馆、戏院佮收水池。而且顶礼拜佫立法，通过强制医护人员都要注疫苗，嘛甲通行证的范围扩大到餐厅、酒吧佮火车等等。Pour moi, la vaccination n'est pas un problème, c'est un choix individuel. Mais le pass sanitaire, c'est devenu un frein à la liberté. 伫德国柏林，顶一日以疫情升级为理由，禁止拜6礼拜反对封城大型示威活动。不过，也是有几百个民众无咧要伊禁令去街仔路抗议，而且甲警方发生冲突。也若伫咧泰国，民众认为讲总理拍6月的防疫是做了真歹，所以因用塞车甲骑车的方式去街仔路大声饲喇叭，而且比出3支镜头的手势来表达因的不满。泰国目前是当发生上大一波的疫情，这7天以来，平均每一天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是16000外例，平均每一天死亡的人数是133个人。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。讲到以色列，伊是对初一开始要甲60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3档疫苗，这是全世界头一个甲民众注3档疫苗国家。那讲到柬埔寨，因为着要避免这变种病毒传出去，开放12到17岁少年囡仔会当来注预防针。前线医护人员也开始注2档无同款的疫苗啊。伫咧以色列大城特拉维夫，60岁以上的小大人出现排队等咧要注射，因佫有新的注射记录，预防针追加到第3剂预防针。I feel excellent, and if we'll need a forced vaccination, also no problem. 因为确诊数愈来愈多，发现疫苗的保护力愈来愈强。以色列是赶伫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注第3剂预防针计划进前先注。自从发生疫情以来，以色列930万的人口内面，差不多57%的人注过2剂预防针。会当讲是全世界模范。总理班奈特讲，已经有2000位接受测试的人做过第3剂预防针，并无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。柬埔寨整边即间病院几落百位12到17岁青少年正伫咧要等注中国的科兴预防针。当局伫咧8月初一启动这个年龄层的注射计划，目标是伫咧11月进前注200万人。ខាត់បងឯដោយសារតាយើងចាក់ដោយអត់គិតថ្លៃហើយណាមួយទៀតខ្មែរអាចស្ងប់ទៅយើងអាចអត់5ម៉ាស់អីបាទ 总理洪森也宣布，会为50到100万位伫咧前线抗疫人员注第3剂预防针，会当难要拍。那作为中国国药或者是科兴的人，第3剂应该注 AZ 预防针，连倒过来也同款。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，要求辉瑞加莫德纳甲预防针的计划提悬。伫资料内面有这份一边甲欧盟签的合约，内面写着辉瑞自每一剂预防针欧元15块半起到19块半，换算代表是650块。也若莫德纳每一剂自欧元19块调悬到25块半，换算代表是850块。也若起价原因，两间药厂拢无说明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讲到土耳其南部第5天内已经发生上百件的火烧山，目前已经有8人死亡，上千人脱离，到今火势也未拍花。另外，伫希腊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也拢传出火烧山的灾情。
托尼基南边穆拉省的科特梅，规个港式的大火甲火氛，那亲像世界末日。村民甲游客坐车也是坐船加速撤离，无偌久，规个所在拢互大火烧去。虽然托尼基消防员过去5天拢拍拼压制南边就100场野火，控制大部分的火场，毋过包括着马拉夫加特、马尔马里斯真侪个沿海度假城镇，也甲内陆的米拉斯也未完全脱离危险，伤亡人数也持续增加。Fire started 400 meters from here, and it only took 5 minutes to reach us. Everybody here was crying and screaming for help. No, I've never seen this before. We've had little fires before, but I've never seen this devastation. 为28到今嘛已经有上千人撤离工园，当中出动几10台飞机，也甲几100台消防车参加拍火，也甲欧洲国家求助。即届这个火灾也烧毁95000公顷的林地，规模是过去10多年来上大的。科学家警告，因为地球暖化，这种极端的天灾会愈来愈接愈严重。目前南欧各地也面临类似的状况。希腊7月31日发生森林大火，火是为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山坪向海岸地区烧炭，已经造成几10栋厝烧毁，5个砖仔头撤离疏散，几100个消防人员拍拼拍火，啊，不过大风造火势，佮加上这2天啊44度左右的高温预报，拢互这个情况佮较歹处理。意大利西西里岛800个消防人员连续2天，爱应付当地几10个森林火灾，45度的高温，互这情况佮较歹控制。也只好向中央来求助，一寡民众被迫撤离工园，机场也关起来。另外，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、普利亚、拉吉欧这大区也拢也搁伫甲野火车拼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。美丽华山球场4月宣布公司分割了后，甲部分的员工洗头路，引起美丽华工会罢工。工会表示，本地伫7月有达成一部分的共识，不过到大拢也未签订团体协约。今仔日因就伫咧球场门口静坐，不过球场却拢无出面来回应。美丽华山球场员工伫门口静坐，等待美丽华资方的讲法。美丽华资方伫今年4月向宣布，甲公司分割出3个事业单位，落尾搁解雇员工，引起工会罢工，到达已经超过80天。工会表示，原本7月2日，资方有同意10天以内会提出员工的分割留用方案，但是到达是一直无签订团体合约。正职人员的人数，公司如果要调降还是调职？然后跟工会个协商，要工会陪同，不能像往来说直接约谈，直接马上解雇。我们是只有跟资方委托的律师谈妥这些条文，然后也有初步达成共识，但是律师说还要再回去跟总公司再去协商。好，那就是造成现在变成一个断层，就是已读不回。工会讲，资方取消山球场内部的清洁部，总共8个清洁人员互解雇，其中1个因为经济压力无参与罢工，到外包的清洁公司做工课，但是也是伫美丽华山球场工作，加做美丽华山球场的外包清洁人员。如果说给他们10天，让他们考虑到这个人员是什么，因为清洁他外包掉，他可能要安插在每部分，就是让10天他们写一个计划书给我们，真的没有回来。美丽华山球场副总孙世雄向记者表示，公司7月2日时并无答应会伫10天以内提出分割留用方案，但是进一步的回应，公司也搁提了建议。整组现场到下晡为止，嘛也无资方人员出面回应。工会呼吁资方紧出面签订团体合约，解决劳资双方的争议，无会继续抗争落去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海文台北报道。这几天南部当咧落大雨，屏东邦寮石头营附近的庄头也当咧淹水。屏东县的机关蒋月辉也接到村民的通报，因烦恼讲供电厂伫山坪施工会造成水崩山，伊就喊文书工作者去遐会勘，说意外发现到2粒微波弹，也随请警方甲军方来处理。排水沟水流真紧，内底有真侪土沙。屏东初一落几天的大水雨，有管理员甲文书人士烦恼石头营遮的水崩山，做伙来到石头营工地厂施工的所在勘查，煞伫个山坡地土沙内底发现一粒微波弹。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水土保持的边坡上的水土保持有没有做好。结果我就发现这个好像是未爆弹。刷落来，因嘛伫附近发现另外一粒，连咪通知警方甲军方
去年石头营嘛挖到13粒微爆弹，规个石头营范围有100公顷，唔知影涂骹底阁有偌济。县政府应该爱甲厂商讲，是毋是爱立即停工？吼若是你无做，若是工人去挖到迄个外包弹，然后迄个生命危险的时阵，你县长你都爱落台吼，负责。那这一次发现的这个区域，其实它并不在我们的工区范围之内，它在未开发区。那未来我们要进行施工的场域之前，我们会先经过监测然后确定没有问题之后，我们才会开始施工。业者表示，这几天大雨，现场堵洪池甲排水道拢正常，嘛无淹水甲崩山的现象，认为村民唔免烦恼。县府文字所表示，微爆弹去年底军方就清查100，不过问题无好处理，干那下当发现了后通报。目前业者无违法的事项，县府会继续监控。记者邓亚文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今麦有愈来愈侪少年人用台语创作，对一个乐团合作歹势少年。不过，却因为团名唔是用正确的台语文，常常受到别人的批评。因也特别解说讲，这个团名本身就是对袂晓台文到熟悉过程。众人拍扑啊，表演就要开始。歹势少年这个用台语文创作歌曲的3人乐团，今年推出《歹势好势》这张专辑。创作内容拢是为日常生活的经验开始发想。这张唱片，阮就想要甲用台语来写故事，那甲咱平常时的生活拢甲写入去所以主要的就是这个概念。歹势少年有真侪歌曲参入台湾的元素，亲像夜市文化、顶头文化等等。因嘛有试过伫夜市啊、火锅店等等，大家日常生活的所在表演。因表示，这拢是伫咧实践生活是音乐的一部分。其实写歌就亲像咱来学煮饭共款，你是一个台湾人，就算讲你即马学的是就是外国菜，你家己咧想要煮啥物菜的时阵，你嘛会想讲有啥物台湾上特别的，你爱用台湾人的角度，用台湾人的想法去做。世界遐尼宽，善咱的人，误会咱的人。不过，歹势少年慢慢因为因的团名唔是正确的台文字，受到一寡批评。因讲过去确实无了解台文，因的团名是一个行过来的过程。自阮细汉无接受到这款的教育，所以讲实在，阮一开始咧。用这个团名的时阵是无考虑到遐尼济代志。因为这东西咱3个人历史的一部分，这是阮就是生命的过程啊。对啊，所以讲这嘛无啥物好改，因为这就是阮的故事嘛。一开始这是咱就是开始的所在安尼，小可笑亏，但是以后就愈来愈认真安尼。钟汉讲，为着对台语有更较深的认捌，过去有请教过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的陈福慧老师，嘛有向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的谢明佑请教。歹势少年讲，伊讲要是台语文的学生，会继续学落去，嘛会继续用台语创作。记者郭碧君、林玉凯、谢桂林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明仔载天气是好的是歹，做伙来看预报，恁就知。北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，中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，南部地区对25度到30度，东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。再来看外岛地区，对26度到33度。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，我是嘉豪，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。